第一個為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呢一間總部位於北京嘅公司叫做 Mo 啊。咁呢一間公司咧，主要生產舞台上所使用嘅 chain hoist 啦，同埋一啲起重嘅工具㗎。咁畫面上咧就係佢哋最新嘅產品叫做 Free Hoist 啊。咁呢個產品有啲乜嘢特別呢？咁啊特別在其實佢係一個 wireless 嘅產品嚟㗎。咁佢嘅 signal 咧可以用 wireless 嚟控制啦，而佢嘅電咧其實係入邊收埋咗一個電池可以充電用㗎。咁佢嘅電池咧其實咧就係用緊一個36V 嘅 DC 鋰電池啦。而廠方亦都聲稱呢個電池嘅待命時間可以達到168個鐘㗎，而佢嘅叉電時間咧就只係需要2.5個鐘就叉滿電㗎啦。而佢嘅操控方法咧，其實就可以透過藍牙啦，用手機嘅 Apps 嚟控制佢嘅上落㗎。而佢嘅控制範圍咧係達到100米咁遠㗎喎。而佢嘅負重咧係可以去到1噸㗎。咁佢哋嘅 safety ratio 咧就去到8:1㗎。咁呢個開始咧亦都係 IP65嘅防水規格啦。咁所以喺戶外嘅環境用係絕對冇問題㗎。咁呢個開始咧係非常適合用於一啲短期嘅演出度㗎。